大家好，我係 Curtis。中東局勢反覆啦，外圍股市暫時回穩嘅。加上北水不知不覺咧，今年以嚟已經流入超過7000億噶啦。港股係咪有望挑戰前頂呢？我哋逐一同大家分析下。先睇下個大市啦。港股呢2個星期變動就唔大啦。上星期我哋分析過啦，恒指嘅支持位喺23,200啦。上星期四開始咧，都的確一連幾日咧都下線呢個位置，而的確有支持噶。即使中東方面有啲地緣政治嘅波動啦，港股都守住23,200噶。短線恒指上個區間咧，繼續都係23,200至24,800，即係咧畫面上面橙色框框嘅位置啦。亦都包括埋再對落一個支持位咧，會喺22,600噶。北水繼續都係港股嘅主力之一啦。今年以嚟統計咧，北水方面已經流入超過7000億噶啦。半年未到咧，已經接近舊年全年嘅8000零億左右。市場預計咧，今年北水會累計流入12000億甚至更多噶。北水支撐之下，市況唔會太差噶，但24,800咧仍然都比較大嘅阻力。另外咧，近來好多投資者咧就討論過拆息啦。短期嚟講，拆息喺低位咧都有利個股市流動性，不過要注意咧，拆息唔太可能咧喺個低位0.5厘左右嘅維持噶。港元1個月嘅拆息咧，上星期係低見0.53厘啦。相反，美國嘅1個月利率咧去到成4厘樓上啦，成3厘半嘅息差咧會吸引大量嘅套息交易啦，將港匯推去7.85嘅弱方兌換保證。到時候金管局咧就要買入港元，沽出美元，減少個銀行體系結餘咧，拆息就會回升噶啦。除非美國咧就短時間之內多次係減息啦，否則咧港元嘅利率喺聯匯制度之下咧都唔會單方面大降噶。個股方面可以留意下隻小米啦。今個星期4夜晚咧會舉行個發佈會，推出第一款 SUV 電動車 YU7 啦。新車強調咧比較高端嘅定位啦，比較嘅目標咧就係 Tesla 嘅 Model Y。市場預計啦 YU7 嘅售價會由25萬人民幣起啦，甚至去到30萬以上噶。公佈之後仲要留意住幾時開始預訂同埋個訂單嘅數字，有機會咧會刺激小米嘅股價表現噶。情況咧同當初推出SU7 一樣嘅。技術走勢上面，小米咧都醖釀緊嘅突破啦。5月以嚟咧見到大市升升跌跌，但小米咧就好硬淨，反覆可以企穩喺50蚊樓上啦，亦都處於所有嘅主要移動平均線之上，並且呢啲平均線咧都可以話係排齊咁樣向上噶，係典型嘅強勢形態啦。如果新車嘅消息對版，第一步咧有機會挑戰翻之前嘅高位，大約59蚊，即係橙色線嘅位置噶。另外咧，早前同大家分析過就係港交所啦。中港股市活躍咧，受惠嘅仲有啲券商股啦。尤其是下半年咧，中國內地有機會再降準1次，同埋減息1到2次啦。仲有咧都會再重新支持個資本市場發展。最近比較強勢嘅咧有隻中金3908嘅。技術走勢上面咧，股價舊年10月中咧跟隨大市回落之後咧，進入咗一個長期嘅收集形態啦。喺12蚊左右見到個股價咧形成咗個雙底，近日咧就重拾個升勢㗎。最新已經升穿晒所有主要嘅移動平均線啦，而且啲平均線咧都係順排齊頭並進嘅，亦都係典型嘅強勢形態啦。股價上試緊咧舊年11月份嘅高位，大約17蚊左右。突破兼且企穩嘅話咧，有機會可以再睇高一線啦。第一步以18個半為目標㗎。外圍美股方面啦，中東局勢就有驚無險啦，但都仍然有啲反覆。以色列同伊朗咧就暫時停火啦。最受影響嘅油價咧亦都顯著回落㗎。美股喺星期一咧喺期貨時段震一震之後咧，當日已經高收啦。技術走勢上面咧，納指就以橫行咧代替咗回調啦。整固之後有機會咧再上望翻高位2萬點嘅位置，即係藍色線左右啦。上星期叫大家留意隻 Meta 咧，股價近期亦都喺高位徘徊啦。後市有機會上望翻735美元㗎，做好兩手準備啦。如果掉頭失守650美元咧，代表個升浪暫時告一段落㗎啦。跟住咧又睇下投資者嘅問題啦，關於隻883中海油㗎。頭先提到啦，中東局勢降溫啦，油價回落，連帶中海油嘅股價咧都跟住有啲回調㗎。雖然我哋預計未來油價咧仲有進一步下跌嘅空間啦，但中海油嘅股息率高咧，都對佢個股價有一定嘅防守力。現價嚟計咧，佢個股息率已經去到7.8厘啦。收息角度睇嘅話咧，若果再有少少調整的話咧，都可以考慮分處買入㗎。睇個國際油價嘅話，布蘭特期油咧都落翻去到$67左右啦。已經去翻最新呢一輪中東嘅事件之前嘅水平啦。
我哋預計咧，全球嘅經濟增長環境唔明朗啦。今年年底咧，油價咧有機會去翻$65左右嘅。咁油價仲有少少嘅調整空間啦。咁中海油要去到啲咩位置咧？睇埋我技術走勢嘅話咧，咁海油最近回調啦。6月中嘅高位咧，對比起舊年10月份、今年1月份同埋今年4月份嘅高位咧，形成咗個一頂低於一頂嘅不利形態啦。而且黑色嗰條嘅250天線明顯有阻力㗎。而家咧就翻去4月初嗰個裂口之中，後市有機會咧進一步調到去17蚊邊左右啦。到時如果可以企翻穩嘅話咧，都可以開始分注收集㗎。最後申報翻啦，本人係證監會持牌人士，並冇持有上述嘅股份。我哋遲啲再見。